是什么？实用肯定要考倒一堆都市人，我也被问得心虚。台北来不懂的说，你那个芭乐为什么种在地上这样？你们台北来的哈，对看这个比较稀奇的。答案揭晓，是佛手瓜。口感类似大黄瓜，也可以料理入菜，其实是龙须菜的果实。但论味道，长得像龙须的嫩芽喧宾夺主了。一大片龙须菜田，采收妇人正忙碌着。像这个是夏天正多的时候，就龙须菜而已啊，就7、8吨了。花莲好山好水，好地方，所以种的东西都很好。受环境得天独厚，吉安乡成了龙须菜的主要产地，和韭菜、芋头并称吉安三宝。不需要农药防治病虫害，标榜品质安全的认证标章，黄月英贴得理直气壮。这上我们的身份证。对啊，现在的菜都台北啊，如果菜有怎么样的话，现在产地履历跟身份证嘛，对，都可以找到我们，所以我们跑不掉的啦，跑不掉的。话别说，黄月英的手没停过。明显的有抓紧时间的匆促，不能错过供货时机。其实说早上采的菜哈，才是好吃的啊。结果那个承销商哈卖的，像传统市场卖菜的，他要下午的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下午它比较黑，没有那么翠绿，它可以多卖一天。所以这个田里直接摘好之后，就可以直接配送了。对对对。种嘅菜卖到哪边？台北国粹市场还有传统市场。哦，所以这菜卖到哪里去？卖到台北的果菜市场，然后也配传统市场。对对对。采收后的龙须菜得迅速保鲜，泡水清洗，低温冷藏。黄月英仔仔细细，要确保客人入嘴尝得到天然的美味。种嘅菜卖到哪去？传统市场。种嘅菜卖到哪去？传统市场。